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1号，这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啊。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1月20号，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7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19.8亿余元，涉及营业信托纠纷、票据纠纷等案件。天眼风险信息显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540余条被执行信息，被执行总金额557亿元，这恒大已经彻底的走上不归路现在正在走向不归路的排名不分先后有碧桂园、融创，甚至还有万科。1月21号，碧桂园发布复牌公告，鉴于董事会认为公司已达成复牌指引所规定的所有要求，公司已向港交所申请1月21日上午9时恢复买卖公司股份，也就是复牌这个碧桂园今天一复牌居然还涨了30%。当然了，收盘多少我没看这个都不重要。有人呢总喜欢去炒这样的股票，当然也可以理解成有些机构恐怕出自救但是下面就很雷人了。什么东西雷人？居然有投资者问说碧桂园何时恢复盈利？你说这都是什么脑子呢？这就好比就你去那个 ICU 病房拉着一个老干部的手问他什么时候能去唱歌去蹦迪，那老干部肯定说我倒是想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也只能说是无语但是作为上市公司，你还得做出回答。接近碧桂园相关人士表示由于当前该公司仍处于保交房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渡阶段，对于恢复盈利的时间暂需结合外部市场环境、销售回款情况、债务处置情况、公司经营情况综合考虑。该公司将基于现有资源，紧抓政策机遇，争取早日完成保交房任务，尽快恢复项目正常经营，同时积极主动与各利益相关方沟通，制定新的债务管理计划，更好地匹配当前市场周期以及公司资金情况，逐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资本结构，依靠一体两翼发展战略，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逐步扭亏为盈。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等保交楼结束就散伙，这个是债务压身就像那个泰山压顶一样。现在所有的这个债务重组，无非就是想延缓，给他一点时间，对吧？等他保交楼完成了，那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了。居然还问碧桂园什么时候能盈利。我们再看看万科今天在沪市居然还封了一个涨停，当然了，这个涨停没坚持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又出了什么小道消息。我看了一下媒体报道，有那么几个所谓专家居然喊话说万科一定要活下去，呼吁万科逆势拿地，现在已是休克状态。这个是热点快报报道说今日吴晓波、刘德科发文喊话万科你一定要活下去。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 ICU 病房的老干部，对吧？有人拉着他的手说你一定要坚强，你要活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活一口气他活一天，你就得给他发一天的退休金，对吧？那个退休金恐怕他的后代能够领取，你多发1个月，所以对吧？你一定要活下去。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专家说不定都是炒房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万科你不能倒，你要倒了标志房地产不行了，我手上那么多房子怎么办？卖给谁去全砸手上了。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文章说万科走到命悬一线的境地，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我倒不觉得出乎预料，因为恒大暴雷的时候咱们就已经说了，万科正在排队在过去的40年里，万科一直是一个好学生，是带着传奇光环的创业故事，是公司治理的中国式标杆，是房地产行业的领跑者。这个我不能否认万科是房地产行业房企里面是不错的，但纯粹是矬子里面拔将军这是相比较其他的房企而言它稍微好点，不代表它真的就是好，对吧？在咱们目前现有的上市公司治理还有房企这一块它恐怕稍微好点。说在投机分子和冒险者遍地的房地产界，万科从来与冒险途径和火中处力无关。早在2012年，郁亮就提出了房地产进入了白银时代，在2018年9月，万科更是第一个提出活下去。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介绍过就在前几天节目说了。对了，就是那个万科的总裁祝久胜传言被抓，我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也就是说，万科的职业经理人他早就看到了结局，就像那个一个大的游轮啊，在黑夜中前进，船长他已经看到了前面有冰山，为什么不能提前做预防措施呢？或者采取一些措施呢？本质上是万科这艘大船跟这个开船的船长没什么直接关系，所以明知道前面有冰山，只要符合这船长的力，他就可以不管不顾的一边喊前面有冰山有危险，一边往上撞，因为撞更符合他的利益啊。只是船毁了船沉了没关系。文章说啊，在当今万科的决策层俱为科班出身的子弟兵，有人有财务背景，务实理性且身经百战，但这家企业也发生财务暴雷。在吴晓波和刘德科看来，行业雪崩的原因应该远大于内部管理性因素。吴晓波和刘德科认为，在陷入生死绝境的今天，万科仍然具备4个外部优势。说第一个，有关部门的关心。2024年4月份，万科出现流动性短期承压以来，从中央部门到各级政府都在积极指导，起到了关键的协调作用。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的偏颇啊，那搞得好像融创、碧桂园暴雷，上面就不关心。我记得碧桂园暴雷之前啊，也是3好学生，也是带了小红花，证监会的那个3好学生名单里，碧桂园也是一个。作为监管部门，怎么能厚此薄彼呢？怎么可能对万科搞特殊化呢？第二个啊，他说啊，大股东支持，作为万科第一大股东，深铁多次公开重申对万科的支持。万科背后是深圳地铁，深圳地铁背后是深圳国资委，这个纯粹就是胡说八道了。深圳地铁是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能给万科什么支持呢？第二个啊，国资委，那深圳像万科这样的房企又不是这一个，我记得有个叫华南城的吧，大股东最后穿透一下也是国资委，都已经爆雷了，都能救得过来吗？这些所谓的专家就叫迷之自信了。第三个说，金融机构给出了充分的耐心，在万科遭遇经营困难，银行、险资、信托公司、资管公司等金融机构选择了展期或加大授信额度等行动给予支持。这个说法纯粹是不懂金融行业，哪个金融行业哪个金融机构现在不是坐在火堆上的如坐针毡啊？他们恨不得马上就把这贷款抽回来，现在拿不回来怎么办呢？展期你这增信不可能平白无故给你什么条件都不变啊，就给你延缓2年。你要想展期，你有的增加信誉，你就得拿更多的东西来抵押给我。这个时候让人家遵信啊，实际上跟逼债差不多，比逼债稍微好那么一点。咱们一直说啊，金融机构展期实际上就是延缓暴雷，展期不是豁免。你说我把你利息全免掉，罚息免掉，本金给你免掉3折，那个叫给予支持。第四个啊，他说房地产市场正在向好，在诸多政策的加持下，房地产市场正迎来黎明的曙光。文章指出，在企业面临生死劫的时刻，比财务破产更大的凶险是信用破产。万科的出路和能否活下去，首先建立在多年良好信誉的积累上。在这个意义上，危机的天平仍然倾向于复活。为了迎战危机，万科亟待推行以下4项强化措施。第一个说，强化逆势拿地，为紧绷的流动性补充活水。逆势拿地还要补充活水，这不太理解啊。这炒房的人啊，已经情绪上来了，你拿地你要占用你更多的资金啊。第二个说，强化产品纪律性，以更高效创造业绩。这个时候还要创造业绩，现在都是打折往出卖，都是赔钱卖房赔本，连保利第4季度都开始亏损了。这些什么专家大 V， 他难道就为了炒房啊就不顾一切？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第三，他说强化全国一盘棋，呼吁变革偏执者。第四，强化万科文化，激发员工精气神。万科文化能救万科，那你前面说的那些都是废话，又是金融机构的支持，又是有关部门的关心，你靠自己文化就可以了。万科的文化就是没有万科的文化就是钱。吴晓波和刘德科最后呼吁，跟很多人一样，我们不希望看到它倒下，万科你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活下去。这个吴晓波就是1年买一套房的典型的炒房客的代表，大家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希望万科倒下，因为万科一旦倒下，就标志着房地产暴雷进入深水区，这个房价还进一步下跌。这房价进一步下跌，这些炒房客一个个都要破产。本来这些炒房客现在都在站在悬崖边上，所以他们是发自肺腑的希望万科你要顶住啊，不能倒下。你与其在那儿说万科不能倒下，你求万科顶住，你还不如
求韭菜赶紧出手买房，只要韭菜不买房，只要韭菜摁紧了钱包，这万科啊就神仙也救不了，谁来都没。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些炒房客虽然头上顶着专家的光环和这个名号，实际上显得非常可爱。又一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近期登缝纫机了啊，这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叫振荣地产。1月20号，振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啊，近期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欧宗荣先生因涉嫌违法，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欧宗荣先生未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任何职务。这个振荣地产啊，它也是在香港上市的房企。你看啊，它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被抓，他也得第一时间披露。那这个欧宗荣，也就是振荣的老板，为什么被抓呢？有消息显示啊，涉及10余年前福州拍地一桩旧事。就这件事啊，追溯起来涉及到多家民营房企，似乎跟那个太和也有关系。太和院子，振荣地产的老板啊被抓，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也可以这么理解。包括最近传言这个万科的 CEO 祝久胜被抓，我认为应该是保交房进入了深水区啊，保交房的难度越来越大，现在开始抓人。你看10年前的案子给你翻出来，你说民营开发商或者是央企国企，你要查哪个没问题，恐怕都有问题，很有可能对房地产行业清算呢已经开始了。以前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被掩盖了，大家睁一只眼闭只眼。现在房地产暴雷了，对吧？这些事情捂不住了，都水落石出啊，浮出水面啊。今天我看了一则媒体报道啊，这个报道非常有意思，值得大家推敲啊。它的标题叫重磅，上海政协委员建言取消楼盘限价，突破95折限制。从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出啊，也就是有很多政协委员对这个楼盘的限价不满。这个上海啊，这个房地产，你的新房上市的时候要去备案，然后你不能低于备案价95折卖房，也就是限价。那现在有委员就说啊，你这个不合理。通常我们理解啊，你这房价在往上涨的时候，你不让它降价卖房，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但是现在委员建议把这个限价给取消，是不是说明上海房子卖不动，所以要降价呀？根据媒体报道说，今年上海两会期间，有20多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一份关于取消房屋销售限价规定的提案，提出啊，为回笼资金，普通住宅项目打折促销，加上渠道推广营销方式，推销存量和新入市的房源。但是由于上海住宅晚签价格不得低于备案价95%的销售政策，打折不能体现在明面上，相关企业只能采取渠道补贴的方式来达到打折的销售目的。然而在目前税收政策下，采取补贴的方式将会增加企业税费负担。我想啊，这个提案实际上反映出目前上海很多郊区楼盘面临的困境。虽然去年啊出台了众多楼市利好政策，但是上海的郊区啊，或者叫外环外，楼盘销售量虽有所反弹，但是仍然面临着重大的去化压力。要想进一步增加销量，唯有降价。目前啊，上海这个楼市规定是在备案价的基础上可以打95折，如果要突破95折，那政策面是不容许、不支持，所以开发商只能通过暗地的补贴，比如说购物卡、购买车位优惠等等啊。但是这些补贴对企业的税费来说，它是不合算的。我在想，这个新闻说明什么问题？上海给我们的印象是，那房子都是日光啊，5000万一套的房子是一天就卖完，100多套，对吧？均价18万、20万的房子都是抢啊。上海新房价格是上涨，那既然形势一片大好，你还要降价干什么？这是不是矛盾的？这个可是上海这些委员20个委员联名写的提案呢，允许开发商打折卖房。那既然你上海的房价在涨，你打什么折呢？所以这个从侧面啊就验证了咱们的判断，上海的楼市涨纯粹就是因为它那个核心地段豪宅，因为它成交量大，价格贵，它以一己之力啊把整个上海的新房价格均价给抬上去，所以造成大家误解，以为上海的新房都在涨。实际上上海外环外很多郊区房子根本就卖不掉，没人买。这个情况跟北京差不多，对吧？北京你要说房价，你说西城、朝阳某些地方，那房价肯定在涨啊，万柳书院还有东城。但是啊，广大的什么房山、什么大兴、通州，那房价都是在跌啊。所以对韭菜来说，你说上海那18万的1平米的房子，它涨跌跟你有什么关系？一套房5000万，但是你能买得起的房子它在跌，这个压力也很大。但是你看平均数，对吧？上海的新房价格又在涨，你说这个分裂不分裂啊？所以啊，通过上海政协委员建言取消楼盘限价这个新闻，咱们就对上海的楼市啊一个现状应该有个了解。同理啊，什么成都，对吧？成都的房价是新房连涨多少个月，
力，恐怕跟这个都是相通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最后啊，关于2025年房地产趋势怎么走，咱们看看这个专家怎么说的。中国经营报啊今天刊登一篇报道，说的是近日啊，在中国房地产报、中国住交会组委会、中国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院联合召开的2025年中国房地产年度趋势论坛上，多位业内专家和从业人士就2025年宏观经济环境以及房地产行业趋势发表看法。我们看看这个所谓的专家啊，他们怎么看待2025年的房地产。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指出，只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才能在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的基础上，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同时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的动力。我觉得高培勇说的啊，还是相对比较直接，着力破解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然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再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我觉得这个说的还比较客观，就是一个你体制机制障碍，第二个我们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实际上是信心不足，对吧？你要说物质条件，那比改革开放之前的强多了，咱们是第二大经济体，那为什么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信心预期，有钱人害怕跑了，被家长老师吓跑了，那些没钱的但是有点能力的也跑了，人家去外面谋生去了，留下的人都没有信心，无非就是有的人不愿意跑，有的人跑不了，最后就变成穷鬼杀恶鬼，致富小能手，对吧？致富的火车头都跑了，不就是没有信心吗？不就是害怕吗？对吧？这个咱们以前节目说的很多啊，我觉得这个高培勇啊说的有道理，信心比黄金重要，对吧？信心什么时候回来了，咱们又有了动力，又有了活力。如果这个问题你不解决，你光刺激、光投资、光花债的效果啊，很难达到预期。中国房地产报总经理、中房同创董事长表示啊，在政策持续加码下，目前部分1、2线城市楼市率先复苏，一线城市高端楼盘率先走出独立行情，多个城市排出新的帝王，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都在逐步回升。经过这3年多的时间调整，中国房地产市场终于开始有了触底回升的态势，这个纯粹就是拍马屁啊，就是鼓掌叫好。刚才咱们说的上海，他说的一线城市高端楼盘率先走出独立行情，指的就是上海。你看看上海是高端楼盘，是的，走出独立行情，普通人住的房子是什么行情？希望打折，开发商希望你能容许他打折卖，这专家就闭着眼睛说瞎话，一味的鼓掌。针对房企转型，裕丰集团董事长、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在上述论坛提出了2条实现向上生长的路径：一是深化住宅市场研究，二是涉足商用物业，这都是扯啊！北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那么高，你还让这开发商涉足商业物业，还要向上增长，这么多房子空着卖不掉。国际亚欧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裘宝信结合杭州、浙江新村小区改造，对老旧小区自主更新的模式方法进行了分享。他表示啊，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要重视建筑的绿色低碳工作，建议以省为单位建立自主更新绿色低碳发展专项奖励，并适当放宽拆迁标准。说不好听的，这个就是给开发商找点活，给这个什么老旧小区改造啊，不就是给开发商找饭辙吗？因为你开发商自主去通过招投标拿到地，然后去开发再卖不掉啊。但是你开发商也不能不干活，不饿死了吗？所以搞什么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多位业内人士表示，2024年不仅是市场的调整年，更是房地产行业的产品研发的元年。北京长安府别墅项目董事长指出，房地产行业已度过至暗时刻，市场正发生根本性变化，未来可期。像这些人说的话啊，你也不能说他是错的，对吧？确实未来可期。他很多这个升级的产品是不愁销路的，道理就和上海的豪宅是一样，他是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有钱人还是有钱的，就是咱们经济形势再不好，那是韭菜感觉不好，那是伪中产难受。真正的有钱人，虽然他财富也在缩水啊，但是人家买房的钱、改善生活的钱，那还是小意思。拿个5000万买个房子，对他来说举手之劳。所以说你只要能搞出品质更好的房子，一样会有人买单。但是这个跟韭菜有什么关系，对吧？你总不能说马云的收入稳住了，或者我们大家收入都稳住了，大家高兴了，对吧？止跌回稳，你要关心那些韭菜手上的房子是不是止跌回稳，对吧？你关心
心收入增加，你光关心马云收入有没有增加有什么用呢？马云收入又翻了1倍，那咱们跟他一平均，咱们的可支配收入也涨了，但是到你存折上一看，1毛钱没多，你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啊，2025年我觉得除了豪宅之外，就是豪宅啊，它可能还要涨，但是也可能会跌。总之它不管涨跌跟韭菜关系不大，韭菜能买的房恐怕啊形势不容乐观呢，还会继续下行。要不然上海20位政协委员不可能联名呼吁啊，要允许开发商打折卖房。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